李美丽，你给我出来！周培成，我们还得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反正我是冤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谈谈你这个冤枉。吴局长，你们搞清楚了？你说呢？啊，子京啊，孩子们不在人民商场啊？不在人民商场，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再问一下。好，你赶紧问啊。好好好。喂，国秀，有电话吗？没有啊。他们不在人民商场。这半小时没来过任何电话。再找找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我跟上了。二位小姐，你们这干什么去啊？办案。办案？你们办的什么案？不该打听的事儿别打听。看看多少钱了？我关心的是这个。哟，都快100了，叫什么呀？我们的办案经费还够呢。哎，小静，你爸爸怎么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啊？司机叔叔，请你用你们的对讲机跟省检察院的丁检察长联系一下，报告我们的位置。什么？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俩呀？你快联系吧，人命关天呢。总裁，我是5618。总裁，我是5618。5月13号晚上的7点多钟，我老婆李美丽在南二矿矿门口上了公交车。大约8点半左右，他俩到大富豪边上的一出租屋，和一个姓陈的男人胡搞。他没想到我会盯梢过来。李美丽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李美丽，这就是说你是着火以后才去的娱乐城？是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扎铁柱在那烧电焊，我就跑过去帮忙了。周培成啊，周培成啊，你说说，要面子不要里子的，把你自己搞得这么被动，也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。你呀，还得庆幸自己有个好女儿。好了，这件事啊，我们还要找李美丽和那姓陈的说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司机叔叔，你赶快向丁检察长报告我们的位置。总裁，我是5618。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他们在红莲小区啊。在哪儿？他上去了。哎，丁检啊，找到没找到啊？哎呀，已经找到了，放心吧。姓陈的，我不怕你不承认，你的头就是那晚我爸用砖头砸的。带走。你这姑娘很能干嘛，像个小检察长。我还真小瞧她了，
他一直跟我说周培成的事儿，我就没当回事儿。无心插柳柳成荫嘛。好，子敬同志，我们说正事。好，丁检，我向您汇报一下，这个大火案可能会有反复。周培成的情况大体已经清楚了。5月13号的晚上，他不可能参与放火。扎铁柱的疑点也很多。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发现，他出于绝望和负罪的心理，有可能会自污。那个姓陈的，省公安厅已经送过来了，你们做好询问准备。好。还有那个李美丽，要抓紧时间去询问。是啊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就这样。好。哎，将军。好。我正有事找你。好。啊，你们去办吧。是。去吧。好。武局啊，周培成的事情搞清楚了？是的，将军。叶子京的女儿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。是叶子京的女儿还是叶子京？将军，你什么意思？叶子京还在电话里跟我说，他真小瞧了他自己女儿了。好，武局啊，我们出去聊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子敬同志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有可能是失火，而不是放火？对，丁检，这不是我个人的判断，是我们检察委员会大部分同志的判断分析。高文辉和公诉处的同志们正在紧张地进行调查取证，疑点越来越多。子敬同志啊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把放火的结论推翻，这可是平地起风雷啊！是的，很可能会与公安机关发生矛盾冲突，也不可能在10天以内起诉了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会引起某些省市领导的不安。丁检，也许是吧。我们一些领导同志都想息事宁人呢。子敬同志，我告诉你吧，在513事故处理领导小组会议上，长工同志说了好几遍，他的意思我是听明白了，坏人放火，防不胜防，就是要替常山的干部开脱。丁检，您一直要求我们实事求是，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。是要实事求是办成铁案，但是在案子的定性问题上一定要慎重。如果你推翻目前放火这个结论，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。是，丁检，这我明白。所以我们市检一定要做到慎而又慎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。不过还要有思想准备啊，要经点风雨，顶几个炸雷啊。对，你太敏感了，站不定周培成放火，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？而且证明了你是正确的。现在周培成的问题也清楚了。武局啊，你头脑简单点了，把周培成的问题搞清楚是好事，可另外的问题你想过没有？叶子京怎么对周培成这么有感情呢？把他女儿都用上了。别忘了，叶子京的老公黄国秀可是矿物集团管破产的党委书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叶子京感情用事了？不会吧？我也不希望他感情用事，可又不能不保持警惕。你到底发现了什么迹象？武局啊，这2天检察机关的同志怎么老在我们公安机关转呢？听底下的同志反映，他们对扎铁柱的放火情节查得很细，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。那也不能说明叶子京就是感情用事嘛。嗨，我看就先让他查嘛。我是这么认为。哎，还傻笑什么呀？赶紧上车呀！调皮着呢，这孩子。哎，哎，妈，我还欠丁伯伯300块钱呢。
是吗？哎呦，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呢。丁伯伯300块钱你还剩多少啊？全拿出来。小气鬼。嘿，你们这个家庭还挺讲原则嘛。那当然，那是啊，法治家庭嘛。叶检对我时时处处依法办事。好，丁姐啊，那这是办案经费，你看看对不对？数数啊。好，谢谢啊。你和常山的同志们多保重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。好，再见。好，丁爸爸再见。再见。走了啊。哎。再见。王队长他们告诉我，检察院那边好像有什么动作。高文辉口口声声的例行审查，可有意无意的把话题往有利于扎铁柱的方向引。我判断，他们要推翻放火结论。